对虔诚的听众，牛杂。现在又是正觉之声空中播告节目时间。今仔日我也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今仔日我也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就是已经解说甲正文第39页，已经解说甲正文第39页。对头顺倒来，就是解说甲第10节，就是解说甲5867高音转单用名言无实性，这是六祖慧能大师对地藏法师来开示有关系四谛以及甲转识成谛的道理，应该就是六七因中转五八高上缘，就是讲六识甲七识啦，是在修行的因地中呢，就爱转啦，叫做讲做六七呢是因中转。那这个五八高上缘，就是讲五识甲八识啦，到甲高位上迄个所在呢，才得到圆满，安尼叫做五八高上缘。在这个所在，因为将五前五识、八识、六识、七识，拢个南拢做一回讲啦，所以才讲做五八六七因中高因转。但是这个转呢，只是将这个分别意识该去掉，恢复本来自性清净的智慧。用伊的实性本体来讲起来呢，实在是无所改变。即马应当来说来解释一遍，就是讲若一转处不留情，凡心应处挪其定。讲假若呢，在迄个转的所在不留情，这个留情的意思，这个情呢，就是这种的失情，就是这种的分别。就是讲对于转识成伫迄个所在，若是无有留一点仔囝的迄个情，就是无一点仔囝迄个分别心伫遐，也那呢就凡心应处挪其定。意思就是讲你转识成谛，将这个识转啦变成为智慧啦。也你无一个转识成谛的分别念伫遐，也就是无一个有所得的迄个法则的分别见伫迄个所在。也若是安尼呢，就凡心应处挪其定。什么叫做凡心呢？这个凡就是真正这个意思，这个心呢就是心气。这个凡就是染净多多啦，这个心呢就是讲心心生起。这个凡心在这所讲的应该呢，就是这个指咱社会在方便的境界，就是讲在真正繁华复杂也种种不同的这境界。不断地升起，不断地变化，不断地生灭，迄个时阵我那是永远呢处在迄个脑壳顶。这个脑壳呢，就是一种的量的名。有一句话在讲做脑壳常在定无有不定时。这个脑壳上在定无有不定时，就是讲这个脑壳呢，常常在迄个定中，无有一个时阵无在迄个定中。这个量那是在海底讲起来，也可以讲在这个特性道中讲起来呢，这是一个真正大的动物。也这个量
往往呢，拢会甲伊形容佛。所以这个路客呢，就是佛的意思。也佛呢，有迄个四位仪，常常在定中。所以叫做讲做路客常在定。即摆直接讲做梵行应顺路客定的意思，就是讲只要你转世成智了，也你呢无有留着一点仔囝的分别见，就是讲丝毫迄个法执都无。也那呢，你虽然在这个五尘境界中，五尘繁杂，却是这个心呢，永远都拢是在定中。这个心呢，未去互五尘境界所甲你挽去。这就是遮所讲的梵行应顺路客定的意思。学习修行在初步的时阵，当然呢，就是爱远离了繁华的都市，到甲迄个较静的所在较安静的所在来去用功修行。因为咱本身无迄个功夫，但是这个功夫是有教业了就应该爱搁在迄个都市中来去试看觅，试看到底呢功夫是毋是真是有教业。假如讲咱在迄个山内到底伫咧修行，心会真正无对。一旦到甲都市中看到这五花杂色、红花柳绿，哇，心就乱起来。也那呢？我那是无到甲迄个功夫。一旦到甲这个梵行应顺路客定，安尼功夫就到了。所以，着做慧能大师呢，始终拢是希望咱会当好在这个世间。不离世间来去修行佛法，即下下面这个国号的设计，这是一种注解，讲如上转识为智教中因转前五识为成所作智，转第六识为妙观察智，转第七识为平定性智，转第八识为台湾经智，虽六七。因中转五八高上转，但转其名而不转其体也。这呢，就是一段注解，就是讲，参像前面所讲的转识为智，就是讲将意识的分别来转为智慧。教中因。在这个所在所讲，这个教中因呢，就是在指讲咱世尊的圣教中所讲。伫遮呢，主要也就是在指唯识所讲的，就是唯识中所讲，讲转前五识就作为成所作智。这个成所作智的意思，在前面已经讲了啦，就是六根。会当好来随着世间的这一切经验来去应用。那事实上就是眼耳鼻舌身的五根啦。虽然随着世间的种种不同的差别上来去应用，但是呢，我那是心不动了。那搁再讲起来，就是讲参像佛案呢，为着要来度众生，使众生得到利益，使众生得到安乐。所以，当普遍在西方世界来实现种种的神通变化，来引导众生，使众生呢会当回来正入去佛道，那这就是属于成所作智咯。这个成就是成就，所作就是所做的度众生的事业，就是讲这个智慧会当好使你来成就所做的度众生的事业。要度众生需要你无这个智慧，哪有可能呢？那这个成所作智的作用，咱即摆我来提一个真正简单的比例起来说明。譬如讲，咱一个人，若是讲头脑较钝的人呢，有当时这个骹手嘛是较混沌的。因为头脑若是较灵敏的人，你骹手嘛是比较较敏捷。咱平平一个人，你若是讲骹手敏捷的人，甲骹手较混沌的人。当然，迄个骹手较敏捷的人啦，
你要做代志啊，当然呢是靠法度。因为是骹手混混沌沌的，你要做代志，根本就做无代志。这个伸缩足地就等于讲，因为你有迄个真正敏捷的迄个头脑，所以就会有迄个真正灵敏的迄个骹手，会当回来叮当，会当回来做行过共款。下面这个转地六识为妙观察地，这个地六识啊，本来就是意识妄想，咱众生的初的妄念分别啊，就是这个第六意识。那这个第六意识，这是一种的希望的分别心咯。将这个希望的分别心一转呢，变成一种的迄个妙观察的。所以叫做这个妙观察啦，在前面已经讲过去，就是讲参佛人呢，会当好来观察诸法的原用处地，然后会当好了解众生的根性熬药，以这个无碍辩才啊，来讲了种种的妙法，随开悟得到真正大的利益。也可以讲，咱心入去到种种的境界中呢，会当好来种种的分别，但呢，确实啊无所障碍。也心呢，未先去散乱，会当得到自在。这就是咩叫做讲妙观察地。所以这个妙观察地，在前面我也讲过，就是讲等于咱一个人呢，伊是一个真正有经验的人，有一个老经验的人，你即马这个目睭一个看落啊，随时就知啦。那这个观察的力量啊，当然个人是不同。那这呢，当然啊，必须呢就要靠伊这个经验上要紧啊。咱即马摕一个简单的比例起来说明，譬如讲你伫咧做生意的人，伊若是讲做生意有经验的人呢，伊目睭都看会透。啥物物件会落价，啥物物件会起价，啥物物件通买，啥物物件毋通买。用过伊目睭去来观察，袂去错误。那袂去错误，当然该买买，毋爱该买就毋通买。安尼做生意绝对就会趁钱咯。你假如讲你目睭含混沌，你要做生意，你看袂透，袂来代志你无法度看。也无应该买物件，你囤一大堆；应该买物件，你无该买，结果你就了钱了解一大堆。所以为什么一寡这事业家，伊生意做得好势呢？就是有迄个观察的力量。那这个观察的力量，当然毋是讲观察现在啊，是观察未来的演变。是讲1年后，或者是讲半年后，甚至咧，搁再较久以后的演变。对于这个市场的需要又是如何呢？有法度去观察，有法度去分析，安尼才会当做生意。我相信，安尼讲起来，咱可以了解啦。也会使你以这个呢来甲讲，就是一种的这个妙观察地。这是咱用这个世间事来甲做一个比例。那譬如讲，过去有真正侪人啊，这个功夫，拢原来是用过这两日目睭去甲看。我搁再提一个比例，譬如讲一个啊。新鸟啊，迄个做地的师傅，即嘛将迄个地叶挽来啦，来去做地，来去培迄个地。安尼呢，我相信啊，伊无法度培真好势。为什么呢？伊无法度观察迄个地的色啦，无法度偏迄个地的芳。因为是讲一个老师傅呢，即嘛这个地挽来了，要安怎样来甲伊拍？要安怎样来甲伊暖？要安怎来甲伊烘，要安怎来甲伊炒？伊即马一方面呢紧做，一方面目睭就紧看，一方面呢鼻孔就紧偏。安尼呢会当好做出真正芳的地来食。偏偏是遐地叶啊，若是互一个未晓做的师傅呢，迄个好的地啊，根本就做袂出来。也毋是讲无迄个好的功能伫遐，是无法度甲伊发挥出来。也若是一个真够做地的师傅呢。就有法度啊，将迄个好的地，迄个地的迄个特性，会当甲发挥出来。就是讲妙呢，就是妙在这个所在。咱有这个妙观察地的人，会当观察了世间的一切，结果呢，就会当好啊，来去好好来去度众生，来去观己思考来去度众生。这是由第六识所转。咱第六意识啊，一种的分别妄想。所以所看的拢是错误，
到妙观察地的所看拢都是正确。下面即马转这个第七识为平等性地，就是讲将这个第七识这个转啊，变成了平等性地。这个第七识就是将第八识的见分念念即为我。既然有一个我即，就变成有我甲你的分别。我甲你甲伊，既然有一个我，就有一个我所有物。为着我所有，所以我就必须甲你计较，必须甲你对立，必须甲你结冤仇。那这呢，就是由第七识所引起的一种麻烦，就是讲第七识的作祟啊。所以结果呢，就互咱遮的众生呢，为着这个我，为着这个我来做真正这罪业。尤其是咱现主时的人呢，这个自我意识非常的坚强。那讲起就讲，我要安怎样？我想要安怎样？我主张安怎样？我都安怎样？拢是一个我伫遐，然后有一个我呢，囥在头前。咱佛教世尊所甲咱讲，就是爱无我，袂使有一个我，将我的这立场呢来甲伊摕掉。到这个无我的境界，才会当到迄个客观的境界。这个无我的境界、客观的境界呢，就是一种这个平等的境界。所以这个平等性地就是将这个七识的我即个分别转为一个平等性，这个名叫做平等性地。那假如讲咱有这个平等性地，咱就无这个人我相，无论是对待着做一个人呢，拢完全是共款啦。转第八识为台湾经地，就是讲转这个第八识呢，就变成了这个台湾经地。这个台湾经地的意思呢，在前面已经讲了，尤其是这个台湾经地呢，就是用咱智慧本体所讲随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转，但转其名而不转其体啊。讲虽然是六识甲七识啦，是在这个因中转，就是讲在因地修行中呢，就是转识成地啦。也前五识甲八识呢，是到果位上才转识成地。不过呢，只是转伊的名，却是呢无转伊的体。体性是不转，只有转伊的名。这正正都是前面所讲的但用名言无实性的意思。咱即马呢就该先倒过来看正文的第40页。在这个正文的第40页这个所在讲，通顿悟性地，随听其愿，三心圆我体。四地本性明，心地用无界心地用无界应物任随行，起修皆妄动，修诸非真正，妙智因思晓，将妄染无明。这是这位地通法师啊，有了悟就将伊本身的心境啊提出来，向慧能大师来解表白。通就是来自地通法师啦，顿悟性地，顿悟就是讲忽然间就了悟了，忽然间呢了悟这个性地，这个性地就是讲智慧啊，乃是在自性中，智慧呢就是咱的本性，这名叫做性地。随听机啊，讲结果呢就来听这个机，这个听的意思就是下面的人啊。将物件摕互上面的人，安尼叫做听，就是听上啦。听上这个基础来讲三心啦，圆我体。三心就是法心、报心、应化心。这个法心、报心、应化心，原来呢，该当作讲这就是属于身躯外面的物件。就是讲这毋是咱本身，所以呢，就来去修行啊。要来去向外来去求，要来求这个三心的成就。那现主时呢，因为慧能大师的教导，就忽然知影讲，这个三心啊，原来就是在我的体内。这个体就是体性，就是这个自性的本体。讲四谛本性明啊。讲这个四谛呢，本来就是在这个心中，就是讲咱心中的智慧光明就是四谛。
内底的意思就是讲过去啊，以为讲得到菩提了后，才会当来得到四谛。现主是呢，知影讲这个四谛啊，本来呢就是在家己自己的心，心人悟啦，就会当互来转八识，也来成为四谛。所以就讲做四谛本心明。在过去慧能大师还未开始的时阵，这个地通法师啊，总认为讲三身这嘛是咱身躯以外的物件，四谛咧嘛是爱搁再去求才有啊。因为慧能大师始终是站在伊本身已经有了悟佛法，就是讲有明心见性的这个立场啊，来说明一切法呢本身具足。所以在前面慧能大师伫咧讲好奇自性啦，那具足万法，就是讲哪里会知影这个自性啊，本来就是具足万法。那既然是具足万法，当然三身四谛也是具足在这个本性中。对这个道理呢，这位地通法师现在是也已经了解了。讲心地用无碍，应不任随行。讲这个心甲地，心就是在指三身咯。谛就是在指四谛咯，讲这个三身四谛会当互来用通拢无碍，因为三身是以四谛为体，也四谛呢是以三身为用，体甲用合一啦，所以呢就名叫做讲做无碍。这个三身四谛啊，三身这呢是一种的用啦，四谛呢是种体，也体甲用呢，这是无分开的。体甲用呢，本来就是一个。这个体甲用的道理啊，我现在是来讲一个简单的比例起来说明。比如讲，咱人有这个身躯，讲做身体啦。要有这个身体呢，咱有人的作用啊，会行路，会食饭，会做工课，会写字，这拢咱人的作用。要咱人的作用，敢离开咱人的身躯呢？绝对无离开。离开你这个身躯就无作用了。那你这个作用呢，一定都是在这个身躯中。这个心地的意思啊，甲这共款。一旦用通无障碍，讲应物任随行。这个应物任随行的意思呢，就是讲来应着迄个物件，任意呢就会当好来随行。在《金刚明经》四天龙品文来讲，讲佛真法身啊，犹如虚空，应物现形，如水中月。讲这个佛的真法身，就是讲佛的真实法身呢，就敢若参像虚空共款。咱讲敢若像虚空共款呢，这个虚空就是表示空无一物。也就是六祖大师所讲的本来无一物，不过呢，应物现形啊，如水中月。应到一个物件就会现迄个形出来，就敢若像水底迄个月共款。天顶有一个月伫咧，但是这个地下啊，只要有水的所在，也共款有一个月伫遐。因为面顶天顶迄个月影呢，会走对水底啊，面顶迄个月呢，迄个影会走对迄个水的迄个月这个所在来，所以有一句话就咧讲做千江有水千江月。这个千江有水千江月的意思，本来就是讲天顶的月是一个尔，不过在地下有一千条的江河，有一千条的沟仔有水，那迄千条的沟仔的水内底啊，都是有月伫遐。这是一种的以世间的事物来譬如咱佛道的应化身，也就是讲佛的真身只有是一个，但是呢，随着众生会当互随类显现，会当互显现在一切众生的所在啊，来去教化众生。在普门品内底呢，更加讲较清楚。世尊讲无一尼菩萨。讲这个善男子啊，世尊对无一尼菩萨讲善男子啊，
讲假若若是有迄个国度的众生，应以佛心得道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心而为说法。乃至呢，应以即金刚身得道者，即现金刚身而为说法。这个无尽的菩萨，是因为未了解观世音菩萨的随类现身，所以咱世尊就来甲开示。当时世尊搁在对无尽的菩萨讲无尽的讲这个观世音菩萨呢，就是有成就这款的功德，以种种的身形优化在一切世间来去度脱众生。那这呢，就是遮所讲的应物任随行佛菩萨会当随类现身来去度众生的意义。注意，听众，就请咱过暂一分钟，我再搁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